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客家料理轻松做，来到的是云林伦贝乡，这里的蒜头非常的有名，而赵安客就爱用上等的蒜头拿来做成蒜头鸡。伦贝的蒜头又呛又够味，这里的汤头当然也很可口。其实蒜头鸡的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今天透过镜头，我们就带您一起动手做。云林伦贝的盐园社区相当淳朴，住着许多赵安客。大鼓队练习完总会聚在一块吃好料。今天社区妈妈做东要煮蒜头鸡，因为盐园的蒜头赫赫有名。蒜头去皮，再用热油煎，要让它飘出蒜头香。接着把蒜头、姜母片还有葱塞进土鸡中，就可以准备炖鸡汤了。水2罐，酒1罐。准备好的材料放进电锅煮个30分钟。这好香哦！美味的蒜头鸡就可以端上桌，让乡亲可以吃好料打牙祭。太干了，先跳给哦。在蒜头的调味之下，鸡肉鲜嫩，汤头自然回甘，赞叹声不绝于耳。我不乐去讲了，不乐，它是都赞。这么美味，因为用的是上等的在地蒜头。热情的赵安客要介绍招牌农产，特地带我们到产地去。伦贝乡紧邻浊水溪，溪水含高量的沙质土壤，也正是俗称的盐土，所以相当适合大蒜生长。它的果肉也比较大，辣度够，所以它的在做料理方面，它不必用那么多啊。甚至那个外面的餐厅业，它还是在人家做料理店都比较喜欢用我们这边的蒜头。现在他们就是采收起来的，装成一袋一袋的，它就拿回去再干燥。或者晒太阳也可以。这里的蒜头又呛又辣，但却相当顺口。很多餐厅就爱用这里的蒜头入菜，伦贝的蒜头品质备受肯定。热油里的蒜头蹦蹦跳跳，像是回应大鼓的节拍，扑鼻香气包裹嫩鸡的鲜美。赵安客善用天地资源，等待丰收的感动时刻。